为着要让愈侪人会当来使用国道休息站的停车位，减少长时间占用的问题，高公局是咧建议要修正规范。若当着连假请假时阵，休息站上长会当停车时间要对4点钟缩短到2点钟。若是停超过这个时间，上侪会当罚1200块。目前正在研究当中。 未少民众开车上国道会到服务区休困，有一寡国道服务区要提供洗身躯间，也是司机的休困室，互大货车的司机会使短暂休困一下。也毋过，高公局讲，部分服务区出现占用停车位状况，就高公局建议修法来讲句，要限缩连假也是重点假日服务区停车时间，对4点钟改至2点钟。跟一般的开法是，我觉得是这样是合理的啦。我认为比较热门的地方停车休息站。 应该这样做，假日经常停不进去嘛，所以你这样限制是有用的。高公局讲，最近半年发现，部分服务区甚至出现把车当作厝的车居族，把车停伫服务区，而且也伫司机歇休困时过眠洗身躯。其中就以湖口服务区重点来出现这种状况。若是有管理员来甲扣劝离开，也会互投诉态度无好。所以讲，高公局才来建议缩短服务区停车时间，限停2点钟。若是超时，会罚600到1200块，就出来提升停车位的周转率。假日在连假在出游的部分，小型车车位不足是比较我们要处理的问题。大型车、商业车好，但只有驾驶车，基本上它有这样的息，有2个小时到4个小时，他们确实有这种休息。大部分他们在休息的时间也都在离峰时段。觉得说还是要了解这些商车他们的需求，商车不会在一个地方停了，他除了他要休息或者要装货，否则他们都是一直在跑的。高公局讲，有关服务区限停时间牵涉修法，相关作业也伫研议中，实施的时程一阵也未定案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